早晨，時間嚟到7點半鐘，先講講天氣。預測今日係有霧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大約24度，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。展望聽日會係溫暖有霧，之後幾日多雲。跟住同大家睇睇今朝早嘅重點新聞啦。尖沙咀發生槍擊案，2個中槍嘅軍裝警員，1死1危殆。李明葵話：另一個中槍死亡嘅男人揸嘅係咪警槍有待調查。有2支呢，就屬於巡邏嘅同事，即係嗰2位，一位過身。法國反就業法示威浪潮蔓延全國，示威者同警方爆發衝突。睇下詳細嘅內容。尖沙咀凌晨發生槍擊案，2個中槍嘅軍裝警員，1死1危殆。另一個初步相信亦都係警員嘅男人，同樣中槍死亡。警務處處長李明葵話，正調查個男人用嘅手槍係咪警槍。黃大軍報道。案發後，大批着上避彈衣嘅警員趕到現場調查。2名中槍嘅軍裝警員由救護員即場急救之後送院搶救。其中頭部中槍嘅33歲警員送院後證實不治。另外1名28歲嘅警員面部同大腿亦都中槍重傷。警方喺現場發現另一名着便裝嘅男子，亦都中槍受傷，送院後證實不治。現場係柯士甸道同廣東道交界一條行人隧道。警方話凌晨1點17分收到有警員嘅求助信號，之後派員到行人隧道調查，發現有2名軍裝警員同1名男子中槍。警方其後將發生槍擊案嘅行人隧道封鎖，並且派出幾十名警員到場調查。由於案情嚴重，警務處長李明葵親自到現場了解情況，而死傷者家屬趕到醫院嘅時候，顯得相當激動。李明葵慰問家屬，並且探望受傷嘅警員。李明葵稍後喺記者會上表示，初步相信第3名中槍男子都係警員。佢詳細嘅身份我哋唔知，但係喺佢嘅身上咧，我哋揾到一啲證明文件。咁呢啲文件咧顯示佢可能係警務人員嚟嘅。咁但係因為佢而家過咗身咧，我哋要係詳細嘅檢驗先至可以確定得到。李明葵話，初步估計現場共開咗10槍，並且揾到3支槍。有2支咧就係屬於巡邏嘅同事，即係嗰2位一位過身同埋一位受傷嘅同事。咁第3支槍咧係同我哋而家用緊嘅警槍咧係同一類型。咁至於係咪屬於梁成恩案呢？我哋一定要具體去研究先至可以確定得到。案件現正交由有組織罪案及3合會調查科跟進，並且設立熱線電話28608366，俾市民提供線索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大軍報道。記者吳子敏依家就喺案發現場度㗎。子敏啊，交俾你講下最新情況啦。好，唔該你。咁喺柯士甸道啦，同埋廣東道交界嘅呢一條啦發生槍擊案嘅隧道啦，咁現場啦仍然都係封閉緊，唔俾人行近㗎。咁啱啱啦就有一批嘅軍裝警員啦，攞住照明系統，咁啦喺地下作地氈式嘅搜索，咁包括啦係揾緊一啲坑渠裡面啦，睇下揾唔揾到證物㗎。咁其實除咗啦喺呢一度啦，其實喺隧道裡面呢，亦都有大批嘅警員啦，而家係做緊一啲調查嘅工作㗎。咁當中呢，就包括啦有鑑證科嘅人員啦喺裡面搜集緊證物。咁由於現場啦駁火有10槍啦，咁裡面呢，其實仍然有一啲彈頭啦，包括啦案發嘅3支槍，有警帽，仲有一啲證件等等㗎。咁呢啲所有嘅證物咧，大部分都係未攞過上嚟。
咁另外咧，警務處處長李明奎咧早前咧亦都嚟到現場呢度了解個情況㗎。咁佢就話啦，今次事件咧對警隊嘅打擊好大。咁而家案件咧已經交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跟進緊。咁喺度報道係咁多，有最新嘅情況會再為大家報道。先交翻俾新聞部。